咱问自拍棒哦，台语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自拍棒大家拢有嘛，有啊拢会摕出来用嘛，吼。对。后来美秀这边是翕相白啊，翕相白啊你，甲看迄支，好，哇，咱厝的不求人，哦，不丢脸不，求人迄哇，拢通啊春秋啊。哎对呢，嘿，啊，咱甲春秋起来，咱就通啊翕相啊。哦你讲对无？所以我也是翕相白啊。啊，那我阿雄的蛋叫做翕相车啊，哦差不多。对，为什么在厝的哦有咧披萨无？也迄支是咪车啊？迄嘛啊，嘛是伫咧啊，所以我感觉迄支嘛是车啊，所以是翕相车啊。阮阿嬷拢讲廖白啊，我感觉廖白啊较好听，较侪人会安尼讲。讲唔对。后来阿君，伊是有一个形体啦，系啊，翕相的迄叶，有一个迄嘛，哎呦，迄叶嘛是感觉会有一个形体，所以我是讲可能是安尼。棍啊，相对小可较粗啦，啊锤啊可能较幼啦。是哦，啊，毋过你若讲要甲人修理的，可能两种拢会使吼。所以就是你若要到底是锤啊，还是什么吼，这大家讨论。啊，毋过以这两个锤啊甲白啊来讲，较侪人选这个锤啊。